苏公主，啊，这个是吴管家，啊是苏公主害阮老公，啊是吴管家呢？啊是搁另外这个人呢？摕苦银来去阮的未来老公因兜藏，才害阮未来老公去互人关。有时讲嘛奇怪，啊这苦银只有是官府才有啊，普通人哪有咧？这倒你现在出来！你叫我惊到哟！我你讲哦，迄鬼惊人，听我受惊，人惊人无性命，啊若鬼惊鬼，共款伊袂惊，你知无？安怎啦？我嘛你啦，都爱好，逐摆好甲安尼面是就歹，你惊就歹，害我惊一个了。你说乌白来，啊，昨安尼下下，互你牵开外口戆戆洗，洗到我安尼足忝的，啊，你还阁有迄精神，拄则洗洗凉，我看你是咧起笑呀，你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即摆咧准做我是真读。我讲吼，这人啊吼，一个是苏公主，一个是吴管家，啊，一个是我的未来老公啊，啊，到底是倒一个是凶手啊？哦，你有这个想法咯？嘿，我看你敢有想讲，对要咱这阴间哦，要开一间啊征信所，通啊调查看有人婚姻外遇无是？莫安尼啦，爷爷，咱会晓来做，咱嘛是为着你未来的孙婿。好啊好啊，莫空间拄我遮来，讲为着你未来的老公。爷爷，你拢安尼呐？安怎？那么你讲害，人本来就无爱嫁，你就叫人直直嫁啊！讲我做啥物你烟头仔种袂使绝种啊，叫人就爱嫁啊！啊，人一个答应了，对伊安尼情深似海，伊有代志，当然咱嘛会着急啊！是免你叫你直嫁，啊，毋嫁10外个？毋是啦，人着急，也毋知讲嫁哪济个。好啦，算讲爷爷毋对，啊毋就好啊。啊，看发生什么代志，爷爷再来替你办啦吼。啊，会奇怪呢，爷爷伫房间内底吼，啊咧找我迄粒啊，贵阳送我迄粒，叫做夜明珠啊，啊奈拢找无交代去。爷爷，你毋知影哦？我甲你讲啦，迄小红哦，你叫伊顾因两个对无？对。我惊小红的法力无够啊，啊，所以我毋才将迄粒还交小红啊。啊，即摆若有代志的时阵嘛，伊咧敲三下，我就知影有代志啊。吼，你真害呢！参爷爷迄粒夜明珠，你也甲摕去交小红，迄是贵阳招我的呢。假如讲贵阳若要甲我讨，我无通行伊，迄代志就大条，你知？哎呦，爷爷你惊啥物嘛？迄贵阳若有代志，我负责，你无啊，真暗啊！啊，你安尼为着你这未来的老公吼，莫讲爷爷这支片啦，是准讲这支片斗掉呢，若无你嘛甲拐招伊啊，真害你。啊！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是？爷爷，我有代志，我要来走。啊，讲到这查某囡仔吼，听到讲因老公有代志，人咧甲俏山下就赶紧爬去啊，无法度啦，查某囝饲大汉别人个，查某孙嘛共款。大呀！你两个爷啊，我也无欠伊钱啊，我拼性命甲我讲，搁较卡生钱，甲干那咪久咧。你免算啥，我会敢若发过用你去订啊。哦。当咱咧讲咧，迄小红哦，足无意思的啦。迄咱需要伊时阵哦，伊拢无出现啦。啊，一无需要伊哦，啊，讲出来啊，我要气死人啊！小红，你两个伫后壁叫啥？拢啊点点！你给人家管，乱欢喜嘛，小红啊，小红，未来老公，你是算哪？哪屁股那么翘？哦，未来老公，迄毋是我家己爱跳，伊就自然跳，你哪安尼啦？未来老公，啊，因足无意思的啦。我甲阮两个带去拍到吼，骹出强要必定，毋只屁股翘翘。啊！你互带去打屁股哦？对啊。哦，啊，这小红，我叫伊个人谁啊顾甲，互恁打屁股，我甲伊叫出来。小红，小姐，我伫遮。我问你诶，我叫你顾我未来老公，你是安怎顾甲，互人去打屁股？小姐，
我甲你讲，即摆是日时啊，毋是暗时啊。而且吼，我的法力伤差啦，无够强。咱是鬼呢，毋是人呢。我煞袂记咧，你的功力较低吼。哦，我未来的老公，我可怜的老公，无你是互拖去公堂，问什么代志，是安怎拍干呢？我拢两个兄弟也无头地考文，伊要叫我讲叫我两爱承认，啊，我都无体要叫我承认，我当然嘛无答应，伊就甲我掠去拍啦。啊你明明就是屈大成招嘛！对啊，做咩在屈大成招？但是明明是咧爱我的命，要让我两个兄弟仔去啊做这是鬼底下做。爹弟，我即时就带恁离开这个所在。你要带我离开这个所在，我不要。啊，不要，是安怎不要嘞？你无听咱咧讲，人死啊留命，好死留皮。你若带我离开这个所在吼，迄就变做我真想做这个代志，我家己做出什么啦？安尼吼，人会当做这真是阮做的，我不爱。就是咩？啊，我若无做贼，啊，我若走变做真正做贼，啊，毋着走路走一世人。对啊。讲实在，我未来老公，我是足钦佩你的，你实在足有骨气的。要毋过安尼也毋好，安尼也毋好，是要安怎呢？未来的老婆，我知影吼，你真有能力啦。你若真是要甲我斗相共，你着替我出去吼，查清楚，看啥人是真正的惨，安尼毋才会当洗清我的罪名。啊无吼，我死嘛毋离开这个所在。好，如安尼决定，为着要救你离开这个所在，我倒转来去甲阮爷爷参详，来找出真正凶手。真是嘞，谢谢。啊！我看你离回有啊，得老人痴呆症哦。安怎讲？你哪会找我来所教？哈，你足戆的呢！这会含下因两兄弟啊，就是一定爱甲因两兄弟啊有这个冤仇。啊，若目前甲调查起来吼，甲因两兄弟啊有冤仇的，只有是细嫂这个小囝，无别人啊。对这先调查。是讲，啊人因所教遮好行咧，哪有可能偷着课文？你无听上句一句话，伫咧讲皇帝都会欠课文啊？搁再讲这细嫂这小囝，这表情足奸诈，凡是伊今仔日这好嘢，就是较早伊做土匪咁抢来。对对对，爷你讲了有理哦。来，咱这摆内面遐个查看卖呢。行。哎，好水啊！来，对家来。来啊，来啊。嘘，点点，卖哭声。咕噜苏咕吧，咕咕噜苏咕吧。吴总管啊，吴总管啊，来了来了，你来开门坐啦。啊，谢谢你等下。哎，水啊，请请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是是是。哎，水啊，嗨。听你讲，你今仔用屈打成招的办法，将迄两个小囝讲甲讲袂徛也袂坐，敢有影？是啊是啊，我以往伫咱县府伫咧办代志啊，知县大人上了解我的轻重，我咧办代志，伊信拢会教。是啊是。后壁，要若呢，迄两个小囝你甲屈打，伊口径敢有照？你放心，虽然无照口径来讲啊，但是伊已经甲我签名落咯。口径无照？伊若呢签名，哪有啥物路用？少爷，你放心啦，平科水啊这智慧哦，只要伊若是签名落去啊，伊就我就当依法接驳，互因两个承认讲是偷摕课文的这罪犯啊。他讲啊是吴总管，伊的头壳较聪明，会当了解本事爷的轻重。此后吼，有恁两个伫我身躯边做军师，要若呢，我若要办什么代志，一定万无一失啦。恁两个头脑确实有影有赞得着。苏公主啊，我佮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。啥物好消息？连江若有本事爷自从迄公文送上顶时啊，我也想毋免超过半个月，迄两个小囝就是爱用掌条示众。真是嘞。